虔诚的听众，到早。现在是前角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就是已经解说甲正文第21页，已经解说甲正文第21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0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0节，就是解说甲平地即密道，人我是私密。即马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下面，下面就是舍心是海水，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希望是鬼神，颠罗是虚比，贪嗔是地狱，愚痴是众生。将要对这段继续来解说，这是慧能大师伫解说机心密道唯心净土，就是讲你这个身躯就是阿弥陀佛，你的心就是十方极乐世界。在前面慧能大师有安尼讲啦。讲我要将这个西方依在目前互你看，而且呢，刹那间你就会当好看到，恁是毋是愿意看呢？当然，所有人嘛希望讲会当好在刹那间，在目睭前来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因此，六祖慧能大师呢就对因开示。所开示的呢，就是心是净道，心是密道。所以在前面慧能大师就讲啦，讲自性若迷就是众生，自性若是觉呢就是佛。换一句话讲，迷了自性是众生啦。对于众生有所觉悟呢，就是佛啦；也有慈悲心，就是观音菩萨；有喜舍心，就是大势至菩萨；宁静就是释迦；心会当好平直，就是阿弥陀佛。当其时，假如若是有人我相，有人我的执着。那就是等于一座须弥山，须弥山这是一座非常悬的山。这座山呢是无法度好来甲伊破坏，无法度甲伊移掉。以这个呢来形容咱人的执着实在是非常的坚固。咱人的执着呢，实在是非常无容易甲伊转变。一个人的执着心。有当时你卡哪甲讲呢，伊就是还搁再固执掉咧。所以这个须弥山，也就是表现一个人的这种的执着心。下面讲舍心是海水，讲咱一个人的舍心，所以搁做讲做舍就是偏啦，不正，对佛法无正确的了解，这款的呢。就是这种的舍，这个舍的心是啥物呢？就是海水，因为海水呢非常的深，非常的宽，也海水啊，假如若是有迄个风伫咧加的时阵，变成海涌非常的大，海涌非常的大就非常的危险咯。有真正侪人。在行船的时阵，沉落去海底，结果呢一命呜化在。
所以这个海水呢，就是对咱人有所灾害。咱若是有邪心呢，甲迄个会使人受灾害迄个海水共款所以才讲做邪心是海水啦。下面讲烦恼是波浪，咱的心有起烦恼，贪嗔痴慢疑，心变邪见解，将这个习事烦恼搁再分出去，有无量无边的烦恼。也这的烦恼呢，就是波浪。有邪心已经就是像海水你若是讲袂晓收水的人，入去到海底怎沉落去？这个邪心搁再生起烦恼来，就参像迄款的海水起海涌。这个海水起海涌呢，无论是讲会收水的人嘛危险。有当时这个海涌一个大起来，大只船嘛甲变过啦。伫船底呢，足侪人拢会丧身海底，就是变成讲受到人啦，这个生命以及甲财产的真正大损失。下边讲毒害是恶良，讲你若是有一个毒害心，心真毒，想要害人，这款的呢，这就是恶良。咱世间人呢，嘛是有真正有迄个毒害心，尤其是这个毒害心，为着争名，为着争利，真容易提出这个毒害手段。这个毒害手段，若是要咱现主是讲起来，你做一寡毋对的代志，做这个毋对的代志，搁赖互别人，别人呢就替你去受罪啦，替你去受苦。你看，在过去咱无论是在历史故事的书啦，或者是讲在电视啦、电影、戏剧等等，会当好看出来。譬如讲过去，在一个皇宫内底，为着要争名，为着要夺利，结果呢，将毒药互人食，共偷视等等，这款的呢，就是遮所讲的毒害。这个毒害啦，就参像迄个恶良共款。这个恶良就是讲作恶的良心啦，就是讲有一种的迄个良心呢，是一种的凶恶的。这款的凶恶的良心只有互人呢受灾害。在《仁龙护国经》有一个讲做恶鬼恶良，所以叫做讲做这个恶鬼恶良。这个恶鬼就是会散播迄个疾疫，就是讲流行病、瘟疫病使世间人啦，得到迄个瘟疫病就破病严重死去。这个恶良呢，会使人受到这个旱这个旱灾，旱灾就是讲酷患这款的呢，拢是对咱人有所伤害。那边讲。希望是归心，就是讲，假如你的心呢，若是一种的希望，若呢，你这个心就是一种的归心。希望就是讲，心拢不实了，讲的话呢，拢无实在，心无实在，对待人只是甲咱迄个喙直直甲人应付，喙讲甲非常的好听。但是事实上呢，心都毋是安尼。这款就叫做希望，也名叫做讲做虚伪啦，真的啦，假毋是实在。那这个希望呢，就是鬼神。下面讲颠落是虚比，这个颠落是虚比，就是讲，若是这个颠落呢，就敢像这个鱼，敢像这个比共款。这个鱼甲鳖这是在海底内底，在海内面的这鱼虾水族之类。假如讲咱呢，对于外面的环境，咱该攀岩，
也在这个所在使身心落泪，也那安尼呢，就等于是这个虚味共款。下面讲贪真是地角啊，愚痴是众生。讲假如你若是贪真呢，就是地角。因为一念真心若起呢，可能自然呢会对着去地角底。也假如讲若是愚痴呢，就是变成了畜生。因为畜生，伊就是愚痴的。精神啊，毋捌事理，毋是像咱人讲有智慧啊，捌仁义礼智啊，捌这种种道理。所以咱一个人若是愚痴呢，可能也对在迄个畜生道中。伫遮所讲的呢，拢一切都是唯心，因为须弥山就是由咱的人我心所造成。为什么太有迄座遐尼遮大座的须弥山呢？就是由咱每一个众生有一个人我相，有一个执着。我是我，你是你，我坚持我的意见，你所讲我绝对无要甲接受，无要甲你听。即款就叫做人我。因为这个人我，所以甲人甲人的中间呢，就变成一层非常大的隔膜，无法度来沟通啦。那就等于讲一座山中间隔掉了，我伫山这边，你伫山迄边。哇，迄个须弥山，铺海水84000由旬，在海水内底84000由旬。你也看迄座须弥山周围偌大啦。也我伫山这边，你伫山迄边，安尼咱人甲人的感情的距离是偌呢遮远，咱就可以了解。也就是说明讲，因为你有你的执着，我有我的执着，所以个人的思想无共啊，那就离开非常的远，互相呢袂当好融合，袂当好沟通。咱人的是非从这个所在升起，人的纷争、人的斗争呢，都是因为这个人我心所升起。也你若是有起这个邪心。海水是对来，就是由咱人的邪心所引起。为什么它有迄个波浪呢？就是咱人的烦恼。那为什么有这个恶量呢？就是有咱的毒害心。为什么有这个鬼神呢？就是咱的希望的心。海底为什么有这个鱼鳖呢？就是咱的心的沉沦。为什么它有地角？为什么它有畜生呢？就是有贪真。甲愚痴，就是讲贪啦、真啦，就变成地角；要若是愚痴呢，变成一种畜生。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下面讲善知识，相行十善，天堂变质。拄人我须弥岛，起邪心海水角。烦恼无波浪灭，毒害亡疑量绝。自心地上觉醒如来，放大光明。月照六文，清净灵魄，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毒，地狱顶座一时消灭，内月明铁。不以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倒比？在这所在，慧能大师呢，又搁再叫一声善知识啦。讲若是相行十善啊，天堂变质。十善即是十恶的反面，无做十恶就是行十善。若是常常会当好来行十善，也哪呢？天堂就到位啦。因为十善这就是天上的因啦。若是五界呢，这就是人间的因。从这个所在，咱必须正确了解。咱无论是要去上天堂，无论是要去落地狱。
或者是要入人间，还是要去做鬼神，要去做畜生，一定呢有伊的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是啥物呢？你若要去甲天上做天人，一定要修习善。你若是讲来生要在咱世间做人，必须都要修五戒。所以有一种的护佛法的外道啊，伊就讲哦，你若是安怎来去做，你做会当好到甲天上去。尤其是讲了真简单啦，讲你若是发心偌济钱，买偌济水果，要来去拜拜，安尼啊，天顶已经甲你挂榜伫遐，有你的名啦，后摆你会当去领功，是毋是啊简单啊？一个人发心几百箍啊，或者是讲几千箍，或者是讲几万箍，要来去买一寡净菜净果来去拜拜，安尼就会当去天堂。无遐尼只便宜啊！那遐尼只便宜，遐有钱的人个个拢会当去天堂。为啥物呢？因莫讲是几万箍，就是讲几十万、几百万，在因讲起来，这嘛是一个真正简单的代志。比如讲财产算亿的人，摕几百万出来有啥物啊？无啥物。可能讲摕几百万，就会当好讲天堂。挂榜你就会当去天堂，也那呢，大家嘛要去，无遐简单，必须你确确实实有修习善。然后修习善，就是讲你无用一针钱，共款会当好到达天堂去。所以咱未来的去处，并毋是用个金钱去解决的。是用过咱自己实在去修行，才会当达成到迄个目的。所以相行习善啊，天堂就够了。原来是讲有好好来去修持五戒，来生呢做人，我咱是当好做去真正圆满。下面讲度人我殊密道。讲你若会当好将即个人我执着来甲伊拄掉，会当好去掉人我执着。要哪里呢？即个须弥山就倒落去了。须弥山这是一座非常坚固的山，迄个须弥山的石头呢特别硬啦。假如讲咱若是用个人工要将即座须弥山要甲伊拍回倒，那这是无可能。像是讲，咱现主时像讲伫咧蹦山，用过迄个蹦石落去蹦啊。但是即个须弥山里面啊蹦啊，铺海面，铺迄个海水84000游船，在下面看袂到，沉在海水内，搁再84000游船。即座遮尔遮悬的山，这毋是参像咱世界上最悬的喜马拉雅山安尼呢？咱这个世界上最悬的喜马拉雅山，甲迄个须弥山比起来，那迄是差足济啊！可以讲是喜马拉雅山是一座低低的山而这个喜马拉雅山，你要甲伊拍掉都无容易，何况讲是一座须弥山呢？但是这座须弥山，这个有形的须弥山，毋免用个棒石去甲伊棒。也免用个物件去甲伊拍，安怎样会倒落去呢？就是消除人我，就是将人我执甲伊消除了，须弥山自然就倒。这呢就讲到咱众生的别业、众生的强业的问题。咱众生的业有分为强业，有分为别业，所以叫做讲做别业呢。就是讲，咱个人所做、个人所受的业，这名叫做讲做别业。这个强业就是讲，虽然咱是个人做的，但是呢是甲别人呢同齐来去受。为什么会同齐受呢？因为你做是你的业，我做是我的业，无毋对。但是所做的业差不多共款，因为差不多共款呢。所以
就当者来去受迄个果报。即个强业甲白业，我可以摕一个简单的比例，就参讲咱一个人互关去监狱底，为什么会互人关去监狱底呢？会关去监狱底的人，一定拢是有犯法，犯着国家的法律，经过法院甲你判刑了，爱离爱关了，安尼呢，你就走去监狱底去。所以你所做的业是你的业，伊做是伊的业，无共款。毋过呢，平平拢就是犯着国家的法律，平平拢是经过法院的判刑，你爱去坐监，所以呢就走去监狱底了。这叫做强业。但是这个强业中有白业，安怎讲白业呢？平平伫监狱底，有的人可能坐监半年就会使哩。有可能是爱10年，有可能20年，有可能呢一生的。那为什么伫监狱底个人伫内底受罪时间无共呢？那这就是看在白业。虽然是平平受到国家平平犯着国家的法律无毋对但是甲伊所犯的法律较轻所犯着这个罪较轻，所以呢。伊该判刑坐6个月就会使。这个因呢，伊会做较重，所以要10年。丙伊会做搁较重，爱20年。丁这个人呢，搁较重，1世人。伊若是搁较重做呢，那就判死刑咯。在监狱无偌久了呢，就互人掠出去甲伊枪杀了。那这呢，就是强业中的迄个白业。这个须弥山也是同款的意思，就是讲咱在这个娑婆世界内底在众生，每一个人拢有这个人我执，而且呢人我执非常的坚固，所以呢就有这座须弥山伫迄个所在。所以这个须弥山乃是由咱众生的人我执所组成。下面讲气下心海水结，这个海水结，这个结就是打起的意思。海水变怎样来打呢？咱众生爱去掉邪心，因为这个海水就是由咱众生的邪心所引起。所以咱众生若是个个拢无邪心安尼呢就无这个海水了。因为这个海水呢，这是会造成人的灾害的物件，这毋是好的物件。甲人讲，这个海水若打去，咱人呢就袂去受到海水的灾害。下面讲烦恼无波浪灭，这个海水已经是真正可怕的物件。何况讲迄个海水，互风甲夹，哇，迄个海影非常的悬。安尼一阵一阵的海影伫咧冲起来，甲人讲一只小只船对迄个海影的所在过，将叫砍掉了将煞毋知对倒去，凡世将都沉落去了。这个拢是使人受灾害。但为什么它有这款的波浪呢？就是由咱众生的烦恼。所以咱众生的烦恼若是无了，海影这个波浪呢？自自然然就无了。这边讲毒害亡，鱼龙绝。讲假如若是无毒害，安尼鱼啦、龙啦，这类物件就绝了。在海底的鱼、海底的龙，有一款的鱼真凶恶，会食人。像讲大尾、海翁这类物件呢，会食人。有人譬如讲。抱入海底里，结果呢，去互海翁食去了。即这个海翁甲掠起来，哇！伊腹肚内底呢有咱人的骨头，所以这款呢拢是一种可怕的物件。那这个龙伫海有种做高龙，这个高龙呢，伊伫遐滚甲影，哇！连尾都落大雨啦，连尾都起大水啦，也毋着互你靠换，拢无水好用了。所以这款呢，拢是造成咱人的灾害。
这个灾害对倒来就是咱有毒害的心，所以咱众生的毒害的心若是亡，就是讲灭去，事实上就是讲无去。咱众生若是无毒害的心呢，这个虚甲量自然而然就断绝，所以才讲做毒害亡虚量绝。注意看先听讲，就请咱过暂时1分钟，我再个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